国内疫情当日关卡，餐厅的生意也受到影响。在新竹着一间餐厅的头家，因无爱甲这员工洗头路，就决定讲要带这员工做回来包肉粽，希望会当渡过难关。许愿。那现在，因为这疫情突然爆发，所以就整个喜宴我们都停止了。餐厅内底空，敢若剩椅仔甲桌仔，原本已经摆好要请人客喜酒。当着疫情关卡全部取消，餐厅头家讲，这波影响实在有够大。全部已经延后了，那一般的喜宴啦，或者是旅游餐各方面的话，也全部都延后了，所以感觉上起来是比去年比较惨一点。头家讲，餐厅员工有的已经在这做几啊冬啊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经营落去，所以伊想出甲员工做伙把肉粽来卖，希望会使增加收入。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，起码有工作做啊，休息就没钱赚了。租金啊，还有一些管销费用啊，种加起来的话，一个月的费用啊，应该也介在200万左右。你撑不下去。当然，我们就是大家员工大家就是脑筋激荡一下，看往后啊，端午节过后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继续来经营来做的嘛。疫情对去年到年初，原本想讲真无简单，再恢复生理，想不到这波更加严重。或者讲，希望原地名声，也搁用了实在的肉粽。会当甲老主顾留落来，加减帮助餐厅甲员工渡过这个难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